伫高雄呢，这推动渔电共生政策，目前上界大案场是伫弥陀区。本地是要拿正电拿饲鱼的案场，就机关接讯的时阵问讲，业者甲这供电棒拆好势了后，却拢无伫咧饲鱼啊，是毋是已经违反着规定啊？甚至来质疑讲这海洋局失责，无做好查询的部分。徛伫弥陀海边的报挂顶看过去，原地一大片的云啊，即卖顶悬拢采供电棒。这款拿用实拿正电的政策，目前高雄申请的有216件，核准的99件，完成建制甲发电的案场有16件，其中上大的案场都是伫弥陀遮。20万啦，猪鸡啊，迄啦，嘿，大概鲈鱼啦，差不多这2、3项安尼。这供电啊，阮住伫遮厝边哦，迄运动成本也多咧。骗人讲渔电共生。这个地方哪饲鱼啊？到目前为止，拢还无人开始饲鱼啊？迄未饲一啦，无光合作用，要哪饲啊？当地民众的疑问毋是无道理的。照规定，渔电共生案场必须爱具勇士的事实。不过，咱实际到弥陀区上大的101期看，规个条啊菜甲密密实，窟仔底拢大壳壳。市议员也质疑，这个案场2024年都已经甲台电的电网甲做伙，所以也未饲鱼啊。海洋局敢有去监督查核？海洋局表示，因为施作方式无符合规定，即卖当咧调整当中。我们巡视了一圈，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干枯没有水的，最高的大概也只有到脚踝，脚踝的这个水的深度是要养弹涂鱼嘛？跟能源署的铺排方式不一样，我们请他在做一个计划的调整当中。增加2分钟。后续开始发电以后，我们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去做养殖事实的查核。海洋局表示，厂商目前等咧试运转尔，未来正式发电了后，若是可查到无勇实的事实，会限期改善；如果无改善，就会废止伊的农业许可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